日本自民黨黑金政治資金醜聞，自2023年末揭發以來，震政壇，堪稱戰後最嚴重之貪腐風暴。數大派閥以政治籌款餐會為名，強令所屬議員售買高價入場券，超額所得未依法申報，反以回扣形式暗中返還議員，形成不受監管之秘密資金，總額逾17億日元。此案牽連安倍派、二階派、岸田派等多個核心派閥，85名議員涉案。岸田文雄首相雖未被起訴，延期派閥亦隱匿3000萬日元，終因民意崩盤，於2024年8月黯然宣布不角逐連任。繼任之石破茂內閣亦受餘波衝擊，於2025年9月下台。現任高市早苗首相上台未幾，即因其政治團體涉嫌超額收受企業獻金而再遭檢舉，復任命多名涉黑金醜聞議員入閣，引發70%以上民眾不滿。雖高市支持率暫高，然國民對自民黨換湯不換藥之所謂改革普遍失望。此黑金事件暴露日本政治長期依賴派閥與金錢維繫之痼疾，動搖執政基礎，亦令國際社會對日本民主透明度產生疑慮。